后来，这个行政院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案，其中这个国防整体预算创新高。偏防部的官兵发射上连整的试验飞弹顺利拍到，两化正式紧张。咱方积极强化国防的战力，嘛反映伫国防的预算。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，包括特别预算、甲非营业特种基金，总共有6470亿，甲去年比较起来加464亿，这是历史的记录。占今的计划为2025年到2038年，预算差不多是2840亿，要做7架新的畅水舰。我们跟美国买了很多的这个武器啊，经过的武器，它都没有到货啊，这个应该好好去追了啊。我们会严格审查总预算的编列啊，我们最怕的就是它虚列。毋那占前嘛要顾后114年度总预算税入税出拢超过3兆，这是新高纪录。其中社福8300亿，占比上悬；教科文化6000亿，占19.3%。过来是经济发展5380亿，国防毛4674亿，占14.9%。政府来对我们这个国家做更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投资啊，这个其实是人民的一个期待啊，但总是钱最主要的是要花在刀口上。行政院编列这么高的预算，是不是能够达到国家发展的目标还有民众的福利的这个立场，这是民众党要重视的。行政院长杜英台嘛，支持各部会首长主动甲朝野立委沟通，避免预算被重大的删减甲冻结，对内推动施政强化国防，对外拼外交，在国际局势中打稳脚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